觀眾，大家好，歡迎翻嚟 Neo 嘅頻道啊！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嚟評測我台面上面咧呢部啱啱 Apple 新推出嘅 M5 Max MacBook Pro 啊！今日呢個影片咧就屬於一個購買指南啦，我就會分享一個咧我認為最好嘅設計師黃金配置啊！向大家保證，只要咧你跟住我呢個黃金配置去買嘅話咧，我保證你未來嗰5年咧都唔使換機噶啦，因為我相信呢個配置嘅效能咧絕對夠你未來嗰5年去用噶。好啦，咁我哋咧即刻去片。咁我哋先睇下呢部新機咧，所有硬件上面嘅升級先啦。咁首先升級咗嘅當然就係裡面嘅呢張晶片啦。今年2張可以揀嘅晶片啦 ，M5 Max 同埋 M5 Pro 晶片。先講 M5 Pro 晶片，低配嘅我哋有15核心 CPU、16核心 GPU， 而高配嘅我哋有18核心 CPU、20核心 GPU。同上一代 M4 Pro 晶片比較咧 ，CPU 係多咗3到4個核心，而 GPU 嘅核心數目咧就不變。有樣嘢想提下大家嘅，我發現16寸 MacBook Pro 咧，如果你想揀 M5 Pro 晶片嘅話咧，係只能夠揀高配，冇得揀低配噶。繼續我哋有 M5 Max 晶片，咁低配咧我哋有18核 CPU、32核 GPU， 或者有高配嘅18核 CPU、40核 GPU 噶。同上一代 M4 Max 比較 ，CPU 係多咗2個核心，而 GPU 咧核心嘅數目咧同樣係不變。嗱，就咁從核心上面嘅數量去睇咧，好似咧淨係得 CPU 嘅核心係升級咗，而 GPU 咧感覺上好似冇升級過咁樣喎。但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咧 ，Apple 講嗰啲核心咧嘅數量啦，同佢嘅效能咧，其實係唔成正比嘅。等緊跑分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咧，其實呢部新機咧 GPU 上面嘅升級咧係更加有驚喜㗎。大家繼續睇落去就知㗎啦。今年呢部新嘅 MacBook Pro 咧，外觀上面咧同之前係冇乜太大分別㗎，旁邊咧都係有3個 port 位啦，咁全部咧都由 Thunderbolt 4咧升級咗去 Thunderbolt 5。WiFi 方面咧亦都升級咗去 WiFi 7啦，另外藍牙咧亦都升級咗去 Bluetooth 6.0。另外想提下嘅就係隻 mon 啦，細心嘅觀眾咧應該會留意到咧，右手邊嗰隻 mon 咧係冇咁反光啊，咁因為咧我今年嘅呢部 MacBook Pro 咧係加咗 Nano Texture 噶。唔知大家會唔會同我一樣咧，一開始都會好抗拒呢一種磨砂 mon 啊，因為我好驚磨砂 mon 咧會令到啲顏色唔夠靚啦。但係 Apple 嘅呢個 Nano Texture 咧係可以做到防反光之餘咧，保留到嗰個顏色嘅 contrast， 所以我係十分推薦大家咧升級呢一個 Nano Texture 嘅 mon 啊。嗱，今年 MacBook Pro 咧價錢上面係有所調整嘅，而且購買選擇咧亦都加咗一啲嘅限制喺裏面啦。例如 M5 Max Base Model 嘅儲存空間咧就由過往嘅512GB咧就提升到去2TB 啊，即係話呢一代裏邊咧，如果你想買 M5 Max 晶片，你最平嘅呢個14寸選擇咧，都要由27,999蚊起跳啊！就係因為你逼住要揀2TB。嗱，我知道咧好多人都會偏向揀咧1TB或者係揀512GB，然後再加一隻外置嘅 SSD 硬碟㗎。因為 Apple 啲 storage 好鬼貴啊嘛，係咪先？但係今代咧我哋就冇得咁樣做啦。咁所以今年要揀機咧，其實係真係有啲棘手㗎。咁所以到底我哋應該點揀咧？好啦，咁啊依家等我嚟揭曉咧今年2026年 MacBook Pro 嘅設計師黃金配置啦。呢個黃金配置咧就係呢一個啦，14寸或者16寸嘅 M5 Max 18核心 CPU、40核心 GPU， 然後64GB 嘅記憶體，再配2TB。咁呢個配置嘅售價咧就係33,249蚊港紙㗎。我知道咧你腦裏邊一定會好多疑問啦。阿 Neo 啊，點解你會揀呢個 M5 Max 唔揀 M5 Pro 咧？點解個記憶體你會揀64GB，但係唔揀128GB咧？128GB唔係多啲會好啲咩？唔好心急住，接落嚟嘅部分咧，我就會咧逐一同大家慢慢解釋。我哋先講14寸或者16寸嘅機啦。其實呢兩個尺寸咧係好視乎咧你自己個人需要嘅。如果咧你係比較需要多便攜性嘅話咧，你就揀14寸啦。因為16寸咧好老實講，你而家見到佢擺喺台面上面都好壓榨啦，其實都好難帶出街。老實講，如果你想要有強勁啲嘅效能同埋大啲嘅 mon 嘅話咧，咁你就揀16寸嘅 MacBook Pro 啦。嗱，唔好睇小大 mon 呢樣嘢，其實如果你做設計嘅話咧，你個版面上面咁多嘢，譬如你係用緊 After Effects 嘅話，你其實老實講，佢咁多個 tab 嘅話，你真係用緊14寸嘅 mon 咧，係好難做嘢嘅。嗱，至於我點解講話更加強勁嘅效能咧？冇錯啦，其實咧16寸或者14寸咧，即使係同一張嘅晶片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嘅效能都係會唔同嘅，因為佢哋機身大小唔同，佢哋散熱嘅能力唔同。16寸嘅散熱能力咧係會比起14寸咧
強好多好多㗎。嗱，我哋一齊嚟睇下 Geekbench 上面嘅分數。嗱，你見到有啲分數咧跑緊3萬幾分，有啲分數咧跑緊26000幾分。嗱，你見到咧有啲高分，有啲低分啦。當然啦，即使係同一張晶片咧，分數嘅高低咧，其實都有好多因素影響嘅。咁但係機身嘅散熱能力咧，我相信咧係最主要嘅影響嚟㗎。咁所以高分嘅分數咧，我相信係由16寸跑出嚟啦，而低分嘅分數咧，相信咧就係由14寸跑出嚟㗎。咁所以如果你想你嘅 Mac 機咧係發揮呢張 M5 晶片嘅效能，發揮到淋漓盡致嘅話咧，你就要揀16寸啦。下一個問題啦，點解我會揀 M5 Max 但係唔揀 M5 Pro 咧？嗱，其實咧原因有3個嘅。咁第一個原因咧就係效能上面嘅分別啦。頭先同大家睇咗咧 M5 Max 最高分嘅分數咧係跑到30398分啊。嗱，我同大家解釋下咧3萬幾分其實係一個咩概念咧？其實3萬幾分咧就代表住呢張 M5 Max 晶片咧，絕對係怪物級啊！嗱，如果你同睇翻咧，只係啱啱上年推出嘅呢部 M3 Ultra Mac Studio 嘅分數嘅話咧，你就會睇到咧 M5 Max 嘅分數咧已經係超越咗 M3 Ultra 嘅27691分啊，成為我哋依家2026年為止地表上最強嘅 Mac 機啊！嗱，如果你向下睇翻咧，其實上年嘅 M4 Max 咧，其實個效能已經同 M3 Ultra 追得好近㗎啦，咁但係都仲係未超越，但係今代咧M5 Max 咧就超越咗啦。我再 show 多啲其他呢部新機嘅跑分啦。繼續我哋睇下 Photoshop 嘅跑分 ，M5 Max 嘅得分係15000幾分，而 M3 Ultra 嘅得分只有11000幾分，係3個分數之中最低㗎。繼續我哋睇下 After Effects 嘅跑分 ，M5 Max 嘅得分係11000幾分，同樣係3個得分裏邊最高分㗎。繼續我哋睇下 DaVinci 嘅跑分，好意外地喺呢項測試裏邊咧最高分嘅唔係 M5 Max 而係 M3 Ultra 啊。咁佢嘅得分咧差唔多係15000分，而 M5 Max 咧就排第2。再睇下 Cinebench 嘅 CPU 多核表現，今次 M3 Ultra 咧又係攞最高分，佢有12000分，比起只有8000分嘅 M5 Max 咧個分數高咗差唔多40% 啊！再睇下 Re-Ray CPU 多核 Rendering 嘅表現 ，M3 Ultra 咧又係攞到最高嘅5萬幾分，分數咧又係高過 M5 Max 差唔多40%。到底點解會咁咧？唯一嘅解釋咧就係呢幾項嘅測試咧都係比較注重多核嘅 CPU 運作啊。而睇翻我哋嘅 M3 Ultra 咧係有32個核心，但係 M5 Max 咧就只有18個核心。咁所以 M3 Ultra 咧執行一啲例如可能係 multi-core 嘅 CPU rendering 工作嘅時候咧係會有優勢。繼續我哋睇下一啲 GPU 嘅分數，咁我哋睇下 Cinebench GPU Metal 嘅跑分。喺呢項測試裏邊咧，只有40個核心 GPU 嘅 M5 Max 咧係攞到最高嘅9萬幾分啊！咁分數咧比起有80幾核心 GPU 嘅 M3 Ultra 咧仲要高分大約10%。所以喺呢項測試裏邊 M5 Max 嘅表現係3個之中最好㗎。最後我哋睇下 Redshift Rendering 嘅 GPU 跑分表現。M5 Max 咧喺呢項測試只係用咗1分55秒，而 M4 Max 同埋 M3 Ultra 咧都大約係用咗2分20幾秒。M5 Max 咧差唔多快咗成1分鐘咁多啊！喺呢項測試裏邊咧，你見到呢部新機嘅 GPU 效能係提升咗超級多啊！嗱，我知道咧你一定會諗呢張 M5 Max 嘅 GPU 咁勁，唔知道如果佢同 Windows 嘅RTX 5090顯示卡 laptop 比較嘅話，邊個會勁啲呢？咁呢度咧，我哋睇下 Blender GPU 跑分嘅表現啦，同 laptop 版5090所跑出嚟嘅分咧，幾乎係差唔多一樣啊。所以咧，嚟到2026年咧 ，M5 Max 嘅 GPU 效能咧，真係追到5090啦。睇到呢度咧，你可能會覺得，喂 Neo 3萬幾蚊一部電腦咁鬼死貴，效能梗係勁啦。你可能會覺得3萬幾蚊咧，好貴啦，好唔值啦。我依家咧就攞埋一啲 Windows 自組機 PC 嘅一啲價錢咧，同大家一齊討論下，你就會發現咧，其實呢部 M5 Max MacBook Pro 咧，其實一啲都唔貴啊。我哋一齊嚟睇下咧 Windows 機要點樣砌咧，先可以砌到 Geekbench 上面可以跑到3萬幾分嘅配置出嚟。我哋一齊睇下最 top 嘅 Geekbench 6 Multi-Core CPU 嘅硬件。最底呢度咧，我就揾到 Apple M5 Max 18核咧就有30398分啦。好啦，咁向上睇下最近嘅晶片，我哋揾到 AMD Ryzen 嘅 Threadripper Pro 9975WX 啊。咁呢度見到佢得分咧係30402分啊。呢張係一張好勁嘅晶片，我哋睇下呢度香港嘅售價係賣緊40250蚊。好啦，然後我哋向下睇下另一張又係 AMD Ryzen Threadripper Pro 嘅 7985WX 啊。咁我哋又見到咧得分係30355分。呢張晶片又賣緊幾錢呢？呢度我哋見到佢嘅售價係賣緊
緊47,880蚊。唔好忘記仲要買 compatible 嘅底板啦 ，TRX 50嘅底板咧就已經賣緊8,999蚊啦。嗱，呢個咧淨係晶片同埋底板啫，我仲未計其他硬件成本喎，例如係水冷啦、RAM 啦、SSD 啦、電源啦。嗱，因為 Windows 機咧嗰啲硬件係非常之高功耗啦，所以我可以話一闊三大。你要提供好多嘅電俾晶片啦，又要提供好多嘅散熱啦，先可以令到成個配置行到。所以咧就令到 Windows 機咧十分之貴啦。而 MacBook 咧佢嘅強勁之處就係佢唔需要好多電，亦都唔需要好多散熱啦。咁所以 MacBook 咧先可以做到咧呢一個價錢呢個效能出嚟啦。咁所以大家而家咁樣聽一聽咧，係咪就即刻發現咧呢一部 M5 Max MacBook Pro 咧以一部超級電腦嚟講咧，其實一啲都唔貴。直頭可以話係好抵玩添啊！第二個我揀 M5 Max 嘅原因咧，就係因為 M5 Max 今年嘅記憶體頻寬咧係大幅提升到去614G per second 啊！嗱，我哋睇埋 M5 Pro 晶片嘅記憶體頻寬啦，咁佢嘅頻寬咧就只有460個 GB per second 嘅啫。嗱，其實記憶體頻寬影響咗啲乜嘢咧？我要話俾你聽咧，係影響所有嘢啊！嗱，簡單啲嚟講咧，你記憶體頻寬有幾多咧，你部電腦速度就有幾快啦。嗱，例如咧喺 Photoshop 或者 Lightroom 裏邊打開一啲大型嘅檔案啦，其實你係不斷咁樣存取緊你嘅記憶體嘅，而嗰頻寬咧就係直接影響咗你存取嘅速度啦。唔止 Photoshop、Lightroom 㗎，仲有剪片嘅時候，你去拖拉你個 timeline 嘅時候，又係不斷存取記憶體啦。After Effects 裏邊 preview 嘅 cache 又係啦。Blender 或者 Unreal 裏邊做 3D rendering 嘅時候，你都不斷咧係咁喺條 RAM 嗰度存取緊一啲 geometry 啦或者 texture 啦，係咁不斷咁讀取嗰個場景啊。咁所以你嘅頻寬足唔足夠咧，係直接影響住你所有嘅操作㗎。依家咧同大家做一個快速嘅測試啦。咁啊好抱歉啦，我手頭上面就冇 M5 Pro 嘅 MacBook Pro 啦，咁但係我有一部 M3 Max 嘅 MacBook Pro 咧，咁佢嘅 bandwidth 咧係400個 GB per second 㗎。咁我哋睇下呢部機同新機比較嘅話咧，兩部機嘅速度差幾遠啦。右手邊嘅 M5 Max 咧就只係用咗1分24秒啦，而 M3 Max 咧就用咗3分40秒㗎。咁總之咧 ，M5 Max 嘅頻寬係高啲咧，佢嗰個整體嘅運作效能咧都會比起 M5 Pro 咧係高噶。第三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兩張晶片個價錢唔係差咁遠，但係咧嗰個效能上面嘅分別咧就差得遠啦。嗱，講緊嘅係 GPU 而唔係 CPU 嘅表現啊。CPU 咧睇翻數字咧確實真係唔係差得遠嘅，但係 GPU 個距離咧就爭得遠啦。喺 Blender Bench 裏邊咧 M5 Max 嘅分數咧差唔多係 M5 Pro 嘅1倍。嗱，你可以將呢兩張晶片顯示卡嘅距離咧諗成 RTX 5090顯示卡同埋 RTX 5070顯示卡嘅分別啦。而事實上睇翻 Benchmark 嘅分數咧，佢哋嘅表現咧其實同呢兩張 RTX 顯示卡嘅表現咧其實已經睇齊。嗱，好老實講，睇緊我呢條片嘅你咧，我相信咧你花咁多嘅錢買一部咁勁嘅 MacBook Pro 翻屋企咧，你絕對咧係攞呢部機嚟做生財工具噶。嗱，不論你係做攝影又好，剪片又好，或者你係做 3D 都好，其實真係唔建議咧你慳個少少啊！嗱，其實個 GPU 咧唔係淨係喺 3D rendering 嘅時候有用噶，其實好多嘅設計軟件咧喺模型之中咧都係用緊你呢張 GPU 去加速噶，例如係剪片或者 After Effects 裏邊去 cache 個 preview 啦，或者 render 條片啦，仲有喺 Lightroom 裏邊咧你 Thumbnail 嘅 preview 啊、export 啊嗰啲全部咧都係有用到 GPU 加速嘅。嗱，其實自從 GPU 嘅應用咧越嚟越廣泛之後咧，其實今時今日嘅好多設計軟件咧係會用到 GPU 去加速㗎。咁所以各位，如果你攞呢部機做設計嘅話，其實你基本上咧係離唔開咧用 GPU 㗎。通常咧我聽到身邊嘅人換 MacBook 咧，佢哋都話咧自己部 MacBook 咧已經用咗可能5年啦，甚至乎咧8年我都聽過。咁所以一般咧其實你係好長時間咧先會換一部 Mac 機嘅。第一，如果既然用咁耐咧，你唔應該慳個少少錢啦。而第二就係你買機咧，你要睇長遠少少啦，可能睇緊未來嗰5年到底乜嘢嘅軟件會比較多啦。嗱，如果你而家問我嘅話咧，我就同你講，我覺得未來嗰5年咧會出現得最多嘅軟件咧就係新嘅 AI 軟件啦。嗱，其實 AI 主要兩樣嘅啫，一係就語言模型啦，一係就圖像或者影片生成模型啦。咁而家其實不斷喺度講緊嘅就係到底呢啲咁樣嘅 LLM 啦，或者係 Stable Diffusion 呢啲嘅模型，可唔可以咧 local 咁樣喺自己部機上面去行咧？依家咧全部 AI 咧都係喺雲端上面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既然喺雲端上面嘅話，佢就收你好貴啦，所以嗰個成本好高啦。而如果你去 localize 嘅話，咁當然係最好啦，你唔使再俾額外嘅訂閱費啊，或者每一次生成又要俾錢啊，諸如此類。嗱，如果第日嘅趨勢真係咁樣行嘅話咧，可以話俾你聽，呢啲所有嘅模型咧係絕對離唔開 GPU 嘅。你個 GPU 如果好廢嘅話咧，可能過咗2-3年咧，其實已經係追唔到速度噶啦。所以 budget 咧，即使係好有限都好咧，
我係非常建議咧，你係集中火力打爆呢張 M5X 晶片嘅，而且咧亦都係要打爆埋個 GPU。好啦，咁呢三個咧就係我揀 M5X 而唔揀 M5 Pro 嘅原因啦。好啦，下一個問題，點解我會推薦大家揀64GB RAM 而唔揀128GB RAM咧？嗱，我哋一齊咧嚟睇下 64GB 同埋 128GB 咧價錢上面嘅分別啦。由 64GB 加到去 128GB 咧係需要加6000蚊㗎。唔好忘記喎，頭先由 M5 Pro 晶片升級去 M5X 晶片咧，都只不過係講緊5到7000蚊啫。但係嗰個係升緊晶片喎，晶片我覺得係絕對值得升嘅。但係如果你要我加到6000蚊去加 64GB RAM 嘅話，值唔值咧？我就覺得唔值啦。至於點解我講 64GB 嘅記憶體係足夠咧？我喺北美呢邊咧 remote 咁樣做過2間嘅荷里活嘅後期製作 studio 啦。大家如果有睇我之前嘅影片，知道我做 compositing 㗎啦。咁2間嘅 studio 所提供嘅電腦咧，都只係得 64GB 嘅啫，而 64GB 嘅記憶體咧有啲慢啦，但係都足夠咧我完成我嘅工作㗎。而另外我亦都做過另一間嘅 studio 啦，咁我喺裏邊咧主要係用 Unreal，咁我喺嗰部電腦上面咧我就要開一個好複雜嘅一個杜拜市中心嘅一個場景出嚟啦。超多嘢喺入邊嘅，咁但係嗰部電腦咧所提供嘅記憶體咧都係 64GB 嘅啫，而且咧 64GB 咧係足夠順暢咁樣行到個場景噶，咁所以 64GB 咧喺 studio 嚟講咧可以話係一個 standard 嚟嘅，係最標準嘅一個 RAM 嘅數字啦。我亦都相信咧好少 studio 咧會提供 128GB 嘅記憶體俾所有嘅 artist 啦，有都可能只係得1-2個做 FX 嘅話可能會俾多啲記憶體佢啦，但係一般嚟講咧 artist 咧都係俾呢個數字佢啦，因為 artist 太多啦成本要控制啦，所以 64GB 嘅記憶體咧可以話係一個黃金數字嚟嘅。當然啦，如果你有 budget 嘅話咧，你可以上 128GB 啦。128GB 記憶體咧都有好多嘅好處嘅。咁主要我相信咧就係用 After Effects 啦，或者你用 Nuke 咧去做一啲好複雜嘅 compositing 啦。咁呢啲咧都係一啲非常之依賴 RAM 嘅軟件啦。如果你係用呢2個軟件嘅話咧，我覺得你係可以考慮升級去 128GB 㗎。好啦，最後啦，點解會揀2TB 咧？老實講係逼不得已㗎。今年咧 M5X 晶片咧 Apple 只係俾咗2TB 呢個選擇我哋，冇辦法啦。雖然咧我今日講呢個係一個黃金配置啦，不過咧我知道每一個人咧都有你自己嘅 budget 啦，咁所以呢一個黃金配置咧，你可以攞嚟參考，但係我覺得唔一定要跟足嘅。最後一個假設性問題啦，如果咧你個 budget 真係冇咁多啦，我要喺呢個黃金配置裏邊咧，真係抽走一樣嘢嘅話，我會揀乜嘢咧？咁我咧就覺得可以咧將呢個 M5X 晶片咧降級去 M5 Pro 噶。如果咁樣降級嘅話，你會損失啲咩咧？其實咁樣做咧，相當於將 M5X 裏邊一張好勁嘅顯示卡降級咗去一張中低級嘅顯示卡，即係可能係5090晶片降級到去5070晶片咁樣嘅情況啦。雖然咧我不斷強調 GPU 係幾咁重要啦，但係佢仍然咧都係一個輔助嘅加速角色啦。始終最緊要嘅咧都係 CPU 啦。喺呢部電腦上面咧，99%嘅軟件咧都係以 CPU 運行為主嘅。咁所以如果你嘅 CPU 已經勁到好似 M5X 咁樣咧，其實都 OK 嘅。而且咁樣揀嘅話咧，你甚至乎咧可以揀 1TB 嘅版本添。咁你睇一睇個價錢咧，就減咗成10000蚊啊！咁我諗依家呢個 budget 嘅話，大家應該咧就舒服好多啦。今日咧呢個購買指南咧就先嚟到呢度啦。如果咧你睇完我呢條影片之後咧都仲係15、16啦，唔係好知道配置點揀嘅，歡迎你喺下面留言問我啦。咁我咧會逐一為你哋解答嘅。同埋如果你中意我今日呢條影片嘅話咧，請你幫我做幾件事啦 ，like share 我呢條影片啦，訂閱我呢個頻道，同埋打開個通知功能。咁我下次再推出新影片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睇得到。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